任何人喺行為、言語或者態度上面對其他人作出有性意味嘅冒犯，令到對方產生恐懼、受威脅或者有羞辱嘅感覺，都係性暴力行為。性意味加唔情願就等於性暴力，唔情願係包括未經對方同意同埋對方唔知情嘅情況。非身體接觸嘅性暴力行為，偷窺、露體、色迷迷目光、營造性敵意嘅環境等。言語相關性暴力行為，猥褻言語，對其他人身體猥褻咁評頭品足，喺當事人拒絕嘅情況之下，仍然追問佢嘅性經驗，不受歡迎嘅性邀請等。影像類型嘅性暴力，未經同意上載、分享、傳閱或者要挾發佈對方具有性意味嘅私密影像，喺當事人拒絕嘅情況之下，仍然傳送自己或者其他人嘅私密影像。涉及身體接觸嘅性暴力，插入式性侵，包括強迫、未經同意下進行嘅肛交、口交；不受歡迎嘅身體接觸，包括非禮、未經同意下以物件或者液體接觸其他人嘅身體等。我哋有各種預防性暴力嘅教育活動、培訓及資源，請到我哋嘅網站瀏覽同埋查詢啦。